在地人在地前要讲南投的水里，南投的水里嘛要走向国际啊！导演红马克最近特别引进韩国微电影的团队去水里取景，主办单位希望讲借这个机会，将水里的好山好水，和全世界拢知影。 韩国导演朴秀敏头一届来到水里乡，准备要伫遮取景，甲团队四界看看，嘛那讨论镜头。不仅会带出水里，介绍了水里，而且也是一个促进两个国家它在民间的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。일단 첫 번째 이제 마크 앙이 저한테 적극 추천한 마을이기도 하고 그래서 솔직히 마크 앙 때문에 왔어요. 그다음에 이제 관심 가지다 보니까 이 영화는 수일리라는 마을이 만들어진 영화일 것 같다는 생각이 많이 듭니다. 这出韩国的微电影要伫咧水里取景，官府甲地方的代表拢正支持。未来在影展或是在国外，可以有一些外地的游客看到，让他们对南投旅游产生意愿跟想法。能够将我们水里的好风景，我们的永丰宫都可以推展到国外。这嘛是难得的文化交流，透过韩国的微电影团队，嘛是甲水里的人文风景介绍出去上好的机会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